思念苦中的情歌。
小雨接落伞会淡，这就是咱今日天天开心啊，都会讲的俗语。这小雨接落伞会淡，就是意思讲，咱人吼，唔通认为讲什么歹代志吼，啊，这个一次啊尔吼，啊，小可甲做一个无要紧，这做久有当时啊臭名换来万世。历史敢若讲，阮隔壁有叫做阿青啦，不，共名共姓足济。你莫安尼特别拢要讲来头前。唔是啊，伊拢紧啊，去干嘛店拢共偷摕土豆啊，啊，摕起来啊，踢来都包啊，对唔对？啊，但是迄吼，共骂久人头家看了，人就会目空赤啊，啊，头家就讲啊，这个人迄做小偷啊，对唔对？所以咱唔通认为讲这款代志是小可代志，就安尼硬做。啊，即摆做到尾啊吼，代志若逼的时候，人就讲啊，你这个人吼水准低，所以咱做人吼，那是调较悬的。对，所以我咧讲啊，火警啊，一点啊嘛会烧楼房。这什么意思咧？就讲你唔通安尼看伊安尼一点仔火，啊，就无去啊注意，像安尼去山佚佗啦，啊，分鸡啊食食，啊，就乌白蛋，啊，拄等下迄草包一搭，水嘛烧起来，就安尼火烧山啦。对啊。啊，你像讲你厝的就好啊，咱若你讲你滚物件啦，滚炉猪骹啦，啊，加速火袂记咧剑啦，啊，猪骹拢安尼烧到安尼臭乌毛，就来发火起来。哎哟，规间厝烧了了哦。迄毋是做卤猪骹，迄到尾啊吼做烧猪骹。讲今仔日的俗语吼，就是细机啦，即光嘛会少人。迄你茫看细机啦，就细机啊尔，无啥物路用哦。其实吼，我有一摆吼，甲朋友咧拍牌的时阵，卫生麻将啦，卫生麻将，啊，拄停电呢，哇，得惨啊！安尼要安怎？都无法度即场拍完啦。吼，阮四个吼，就安尼四机啦，一细机的安尼点，啊，真甲，怎规场甲拍完？我讲吼是一个笑亏啦，但是吼这细机啦，意思就是讲，伊安尼吼看样，牺牲伊家己，安尼来照亮别人的意思，就是讲小可代志吼，万项代志莫计较就对。牺牲家己啊，较食亏一撮嘛无要紧啦。我讲是讲真正若拍麻将点蜡烛吼，遐啊小可暗安尼一听偷唱牌呢。你拢定做这款代志？不，开玩笑。安尼咱若后盖要拍牌时阵，爱较细腻。迄点蜡烛吼，拍牌里片前有发明一条歌呢，讲做早要做那，红中好摆板。我袂讲要安尼唱啊。开玩笑啦。所以咱做人应该都爱啊。咦，万事爱提红。原汤我烧酒吃熬啉，一摊又一摊啉袂停。烧酒若会当解忧愁，为啥又愈啉心愈硬？怨叹着无情的男生。